是你心影的城市。咱过去踏过的涂骹印也无消失，也故事爱情无药啊通医，好也是不愿忘袂记甲你的彼段日子，伫一个星期。这个垃圾车感觉是刮到。你看一下你后面有一个同学，好像鬼哦。谁？不是，我刚才那个，然后后面好，我们是欧巴熊听，太荣幸了，让我邀请到钱师姐，我们的歌手曹雅文，哇，超荣幸的，这次可以跟你合作，真的。等一下，你要鞠躬一下，我再鞠躬一次。不要这样。那天录音，我真的整个被吓到，太会唱。而且我跟你讲，其实做音乐啊，最讨厌的就是 cue 你的时候，完全舒服。台湾这次第一次跟我们合作，然后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什么？我其实这个歌蛮浪漫的，哦，而且那种就是这种 swing 的那种感觉，然后会让他觉得在恋爱中想到一直摇摆。你喜欢这种6/8拍的？我觉得其实因为这个拍的其实不好找，乱讲，超会掌握的好不好？掌握的超好，真的啊。然后把情绪氛围都唱得超好，因为这个是专辑里面我最喜欢的一首歌，真的。这首歌很棒，很棒。他今天也跟你你来 B 完，整个变得很高级。对，很高级。真的，我们整个变得。他原本这个眼睛是铁的，移来不及。好的。就是手机耶。龙班。对，加上我这次跟你们合作这首歌，我非常喜欢，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多支持欧巴球，祝福你们哦！谢谢。真的吗？真的，你可以，你要看 OK。怎么样？触感。So good.